讲讲台语，台语讲百讲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。今仔日啦，咱要甲大家绍介的主题，就是我伫食物行讲台语。古早人啊，讲台湾是 Formosa 美丽之岛。那安尼啊，台湾的美丽伫倒位咧？系啊，就是咱有真丰富的生态啦。咱的气候是对热带下到副热带，那地形的环境啊，是对平洋、山峦一直到将近4000公尺的关山。因为这么啊多元的环境啊，所以唔才互人叫做 Formosa。那安尼啊，咱要去倒位观察台湾这多元的生态咧？其实啊，咱若要观察台湾的生态，免特别爬山，嘛唔免坐火车。即马伫台湾的东西南北拢有食物园啊，宜兰有福山食物园，屏东有恒春热带食物园，台中有科博馆食物园，台北啊有台北食物园啊。这食物园内面拢有保存台湾各地珍贵的食物咯。那安尼啊，伫食物园，咱会用到什么款的台语句型咧？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啊，咱就要来和大家做伙来分享。若是去到食物园，咱就爱先去拍门票。这门票啊，一般会分做大人票、囡仔票、学生票、老人票、团体票啊，这种种的票种啊。咱会当甲窗仔口卖票的人讲啊，我要2张大人票和1张学生票，安尼啊，付钱了后啊，就会当摕到门票咯。啊，若是咱想要听专业的志工甲咱解说、甲咱导览，咱嘛会当问讲啊，请问敢有导览？几点开始？倒位集合？安尼啊，咱会当得到相关的信息。另外，若是咱有特别想要看的所在，咱也会当问服务人员哦。亲像讲啊，请问最新食物区安怎去？也是讲我若要看新木安怎行？安尼啊，服务人员就会甲咱报路咯。参观的时啊，若要甲做伙去的亲情也是朋友啊，分享咱的欢喜，咱会当讲啊。我有翕到一只姜啊呢，也是讲啊，原来这就是人讲的弄到月娘的树啊啦。去食物园啊，会当看到真侪其他所在无遐尔简单看到的动植物啦。这食物园会布置甲真有逻辑，真好看，所以啊，去遐保证你的心情快活哦。上尾啊，咱来学习今仔日的句型。我要2张什么票，和1张什么票？请问敢有导览？几点开始？倒位集合？什么区要安怎去？我有翕到一只姜啊！原来这就是人讲的安怎的树啊！各位观众朋友啊，食物园讲台语，趣味佮好耍。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谢谢妈妈。